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求求你救救道济，求求你救救道济！观音菩萨，求你救救我师父！观音大士，你可知道道济与降龙合力之事啊？佛尊，如今天下千万百姓正在祈求我佛救那道济的性命。又是情债，这个慧远呐，走了一步险棋。如若不然，那道济也将死于青狐的手下。你上次说，伏虎被摩天施了法。现如今情况怎样啊？若不是他封住了道济的天灵盖，也不会是今天这般情形。佛尊，您助我一臂之力，我要撑出摩天的束缚，去救那道济。你救不了他，破了规矩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可您当初不是答应给他自由了吗？佛尊，那华阴楞和广亮就要打过来了。百姓民生，我佛可不能不管啊！唉，也罢，你先下去，为道济争取点时间。是生是死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要不然，佛尊就去收了伏虎。收了伏虎，未来道济济世，就少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帮手。可那葫芦的法力已经被摩天用过了。伏虎遭此劫难，正是因为他难拒欲望、心神不稳的结果所致。大士啊，道济的事，还是让他自己去做吧。是，佛尊，弟子这就前去。
阿弥陀佛。芸芸众生，岂能让你们生灵涂炭，相互残杀？兄弟们，观音大师显灵啊！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菩萨出来了！菩萨，参见菩萨！菩萨，孽障，哪里逃？参见菩萨出来了！参见菩萨！菩萨保佑！大姐，我知道你听得懂我说话，心情好吗？外面好多人都在等着你，你真的不能死啊，道姐！你心情好吗？道姐，对不起，道姐，我不应该骗你，对不起。可是你醒一醒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，咱们大宋所有的子民都在等着你呢，道姐，你快醒一醒！师傅，你太傻了，你一人敌千军万马，你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道姐。兄弟，你可得罪不少人呐，害得我到处被追杀。谁跟你是兄弟？不是，你看你长这样，又矮又笨又矬，天天还酒肉不离口。你吃我一身肥油，你恶心死了你！哎，咱俩现在可是一个人，说我跟骂你自己没有什么区别啊。哼，现在好了，一个天灵盖把我困在你这里。不是，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？我就……哎呀，行了，别磨磨唧唧的了，干点正事吧。你找把刀，把我肚子切开。这皇亮还行。皇亮干哪？皇亮干哪？干哪？照这个打法，大死大活的，还能有个输赢吗？那既然打不下去的话，咱就跟他们议和吧。议和？什么议和的？不是就是和他们商量商量，不打了，不再打了，您明白吗？你看啊，一不打了呢，咱们还能获得一部分的这个军费银两，而且还能换回丞相。啊，表面上看来呢，咱是和他啊，就像您说那个议和了，其实没有议和，其实咱们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呢。哎，乐二乐三，哎，是个理儿吗？大哥，他要说能换一笔军费，这个有道理啊。李斌，你觉得呢？高，实在是妙计，不错。是吧？咱就听他的，那就议和。议和。什么？议和？又跟我要钱呐？其实他们只是想要我们的秦丞相。对，钱嘛，比金要的少多了。秦丞相，他们说，一个秦丞相抵得上千军万马。皇上，咱们不能换呐，不能换呐！
相啊，秦相，朕关你这几日啊，倒关出逆贼来了。傅海，带朕去牢房。遵旨。什么？对方停止了进攻，是真的吗？切，要是假的，我还能坐在这儿歇着吗？估计广亮施法施累了，这会儿要歇一下。王爷，2坛老白干，15斤野猪肉。来人，快去办。是。哎，是不是想议和呢？议和，那太好了，再也不用打仗了。也许他们知道这样打下去谁都没有什么好处，只是消耗兵力罢了。兴许他们真的想议和。哎呦，王爷您又单纯了，议和想得美啊！广亮这会儿不定想什么损招对付咱们呢。反正这个战场上就是你们2个人的对手戏，他还能想出什么花招呢？广亮是想不出什么来，可秦丞相是背不住啊。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的存在。道基，你别唱了，一共5个音儿，你跑了8个。你是我的知音呐！疼吗？都怪你爹，没事吃饱撑的，当什么丞相？这不是把我儿子往火坑里扔吗？我的孩子怎么能在火坑里待着呢？啊！你看看把我儿子害的。娘，我爹说过，要让我当个成功的人质，才能够成大器。放屁！除非你姓赵，姓秦管什么用啊？你看你从儿哥哥，还有九儿哥哥，都已经被封王了，可怜我儿还流着皇室贵族的血，如今犹如乞丐一般。娘，孩儿现在是连乞丐都不如啊！您不知道，在京那些王子贵胄们踢蹴鞠，孩儿就是个贱球儿，他们欺负我，还专门往我脸上踢。他们专门把那个蹴鞠门给撤了，以踢出孩儿的脸来分胜负，奇耻大辱啊！本想着回我大宋，这里的百姓们总能够善待我。可是他们看见我就把我往死里打呀，娘！儿子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怎么就不换件衣服，也免得受这皮肉之苦？换衣服，可是孩儿没有钱呀，娘！若是换了宋朝的衣服，现在早就被饿死了。宁可挨打，也不能饿肚子呀，娘！婉儿，从今天开始，娘要让你成为天下最幸福的人。不是就踢蹴鞠吗？娘给你找一个踢得最好的教你，啊，在
给你选一脸大的，你想踢他几下踢他几下，你就是把他踢成猪头也行。娘，娘，儿子，你已经回到大宋了，就是回到家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娘就是帮不了你，还有你舅舅。娘，孩儿长大了，有志气，孩儿想当官。来，花儿，行，咱当官。你舅舅就是大宋最大的官。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不当皇帝，你想当什么官就当什么官。娘，有娘真好啊！你真是让娘心疼死了，我的儿。娘。几下，老秦，老秦，哎呦，皇上来了！罪臣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了，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罪臣谢过皇上。谢谢。朕问你，华云龙打着你的旗号向朕逼宫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皇上，罪臣身陷大牢之中，不知道皇上说的什么情况是什么情况。老秦呐，皇上的意思说呀，华云龙和信王的兵力相当，已经僵持数日了。你看该怎么办呢？哦，华云龙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他有没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朕很少来这种地方啊，但据我所知，凡是来到这儿的人，好像没几个人能活着出去。皇上，不管华云龙有没有这个本事，罪臣虽身陷囹圄，也日日为皇上祈福，保大宋江山度过此劫。皇上的意思是说呀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叫他退兵？皇上，臣倒有一计，招安华云龙为我所用，何必打打杀杀，弄得天怒人怨呢？朕的国库空虚，养不起这些山野猛妇。老秦呐，皇上的意思说呀，现在出了个华云龙，我们花钱了，那么再出几个华云龙，我们再花钱了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皇上，其实这也用不了多大的开销，道理非常简单，就是算我们养了一条狗，哈，如果再有狗进来，我们就让他们狗咬狗。狗咬狗？正是。哎，听到这儿倒是有点意思了啊！皇上不必担心，此事交给微臣去办，保皇上不用操心。好，那这事儿就由你去办吧。臣领旨。哎呦，皇上，这就完了？怎么，你跟他有什么事要商量？那朕躲避一下？哎呦，奴才不敢，奴才有什么事儿啊？摆驾回宫。罪臣恭送皇上。退下。
是。怎么了，皇上？你呀，脑袋上又得给你打一洞。我是皇上，就是放也不是这个时辰放啊。皇上，俗话说得好啊，皇上不急，太监急嘛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既然华云龙指定要那秦相，而秦相又主动要求去议和谈判，这对咱们何乐而不为啊？不明白？要是让你都明白了，我还做什么皇上？你做？奴才不敢，奴才天生就是个不明白的料。哼，得了，朕带你去见个人，你就明白了。嘿嘿，今天来看老夫的人还真不少。爹，是环儿，环儿回来了。环儿，爹，回来了。秦桓归来，人间将有灾祸呀！秦桓，佛尊所言之人，可是那大宋秦相的儿子？正是。佛尊眼观三界，芸芸众生不计其数，就连那人间皇帝对佛尊而言也不过浮云一般。区区一个秦相的儿子，怎会让佛尊如此关注？此人不仅是秦相的儿子，而且拥有大宋皇族的血脉。与宋朝的皇帝关系，要比两个皇子更为亲近。佛尊的意思是，自古以来，人间灾祸多次源于外戚专权。观音大士，你想一想，那无休止的人间欲望，能让这么一个人满足于他曾经沦为人质的身份吗？难不成他也想当皇帝？华云龙想做皇帝，是为了情欲；秦桓想做皇帝，是为了嗔欲。大士，你知道秦相想做皇帝是为什么？还请佛尊指教。秦相想做皇帝是为了他儿子秦桓呐。原来如此。这天下是真要乱！青狐，青狐何在？魔尊，小的在此哦。青狐，你可知是谁来到这大宋？谁来到大宋？哦，你小的最近忙着营救秦相，谁来大宋，我不得所知呢。算起来，他应该是你的表弟。啊，我的广亮的表兄。秦相之子秦桓。秦桓，秦桓不过是个肉体凡胎啊，难道他也能帮我的忙？秦桓可是不简单呀，此人擅长厚黑之学，就算是10个华云龙，也不会是他的对手。魔尊是说他武功高强，是个大将之才吗？非也，此人别无专长，不学无术。那或许他会法术是吧？连武术都不会，何谈法术？那魔尊为何夸他呢？这个人在京表面上是人质，其实他是大金皇帝的干儿子。这个秘密没有几个人知道啊。既是秦相之子，又是金皇帝的儿子，他还是大宋皇帝的亲外甥。这么多身份汇聚于一身，就算他是个上级，也会有万般的能耐。啊，小的明白了。福王秦桓，不管谁做了皇帝，都能让这人间风起云涌呢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
王儿啊，你回来了，为父就放心了。爹，孩儿回来是想告诉你，北方所种的长寿果已瓜熟蒂落，可以吃了。好，那你也要记住了，不但要保证果子香甜可口，还要防止被果核硌了牙齿。还是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回去等着为父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也不要做。爹，你受了这不白之冤啊！这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，爹？皇儿不要难过，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，本相披肝沥胆，粉身碎骨。爹，也在所不惜。张将军，宗儿与道济的事儿查明白了吗？启禀皇上，已经查明白了，正是广亮所为。那广亮可是秦相的外甥，一向使其马首是瞻。你说这个秦相，可真让朕失望了。何止如此啊，皇上！马监司丢失的10几匹军马，正是广亮的外甥胡来所为，这关系复杂得很呐。胡来，他哪来那么大能耐啊？皇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是马监司的主簿，虽然只是个9品，但是所有的马都归他管。看来这个老家伙倒是深谋远虑啊。皇上，信王爷的意思是尽快治罪于秦相，万万不能再拖了。啊，这事你们不用操心了，专心战事，啊，有朕安排着。可是皇上，张将军，皇上的话你是听明白了还是听明白了？啊，末将告退。皇上，刚才奴才脑子里转了个弯儿，突然有了个想法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啊，好。皇上，这次征战呀，这是老秦耍了一个招儿。他为了摆脱龙袍之罪，用华云龙，他来牵制皇上。行啊，看来你没笨到让朕失望的程度。这也是皇上不放他的原因。放了他，朕就输了；可是不放他，朕又怕那华云龙打下京城来怎么办？哎呀，皇上，他……哎呦，别怕，有朕呢。皇上，哼，这个秦相，他打入京城来，那也是有功之臣，简直是1石2鸟啊！等着吧，把这广亮的事儿解决以后，朕就收拾那个秦相。皇上，那长公主出来阻拦皇上怎么办呢？她不是朕的妹妹吗？大宋公主，还放不下个姓秦的？啊，奴才明白。福海啊，哎，朕倒想去见见皇后。哦，那好，奴才现在就去安排。慢着，给朕找几个女人，随朕一起去看她。女人？皇上，自打小维走了以后，不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吗？啊，还有皇后。你真傻，宫里这么多宫女，都男的？宫女？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皇上来了。臣妾恭迎。哎呀，这是皇后的寝宫啊，到这儿来多好玩啊！皇上如何能与宫女厮混？成何体统？江山是我的，女人也是我的。站好。皇后，看看这3个小姐妹怎么样？我随后就封她。
你呀叫惠妃。谢皇上。珍妃。谢皇上。你呀就叫华妃。谢皇上。放肆！本宫才是后宫之主，本宫命你们退下。站住！谁敢退下？恕臣妾不能满足皇上。皇后，这大宋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敢这样对朕说话。臣妾不知皇上的心能分赏给多少女人，但臣妾只有一颗心，专侍皇上。那要是出了这寝宫呢？出了这寝宫，你的心里头是不是还只是朕呢？臣妾的心只能装一人。那如果装了别人呢？如果装了别人，朕是不是连个山野莽夫都不如？啊！山野莽夫。是。走。光亮，你能不能下次出来的时候慢一点？舅舅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受不了啊！好好好，别离我这么近。好，舅舅啊，我这么急着来，就是想问问您，我们都做到这一步了，那个皇上怎么没有反应呢？反应倒是有，可是也不大呀，那就是来看了看老夫。哟，这反应就够大的了。你想啊，人家毕竟还是皇上呢。还不够，还得大，这样老夫才能早点出去啊。你这个反应大不了了，舅。你看吧，我的法力和那个道济的法力吧，他，哎呀，就是谁也弄不死谁。我能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，人家可是降龙尊者呢。看来光靠法力不行了，还得想别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光亮啊，梅州县与天台县不远，天台县的永宁村就是道济的老家。光亮，得去找他的亲戚邻居，好好劝劝这个疯僧。舅，你太坏了，舅啊！我怎么想不到这招呢？这招就叫做攻其软肋。七王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刚刚查过，咱们的粮草充足，没问题。那就。皇后娘娘。啊，母后。皇后娘娘。阿臣参见母后。哎，都平身吧，平身吧。母后，你怎么突然来了这里啊？皇上见你们打仗辛苦，特意让哀家来帮帮你们。哦。那母后舟车劳顿了，我安排人您先休息一下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了，不用。战机不等人，我现在得马上到华云龙的金帐去。哦，请问皇后娘娘，可否有皇上的手谕啊？并无手谕，只有口谕。哦，那皇后娘娘打算怎么去对付那些山贼呢？你派2个兵勇跟着我就行了。啊，母后，这恐怕……你别啰里啰嗦的，赶紧的。是。来人呐！参见皇后娘娘。谢娘娘。你们随从皇后娘娘一起去华云龙的大营，一切听从皇后娘娘安排。哎，这个和尚，你跟我来。我？
华云龙喜欢那样的皇后。哥，酒都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等光亮从丞相这儿回来啊，咱就商量明天进宫的事儿。连夜把兵组织起来，去练。哎呀，大哥太好了啊！咱这僵持了几天，你说打又不打，说退又不退的，我的心里都痒痒死了，急死我了。二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事儿咱得从长计议呀，咱得给他来一个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哎，你还出其不意？他不就是个疯和尚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等我明天战场上开战，我非把他头砍了不可。二哥，你别动不动就掀人家脑袋啊！这话说多了，当心引到自己的身上。哎，我说妹子，你俩什么情况？咱才是一家人啊！行了，还没出发，自己人就和自己人斗上了啊！哎，我说胡来，你那个舅舅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哎，我舅舅吧，他有时候就像个娘们儿。兰芝，恁在这等光亮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哥，把这个带上，以防万一。兰芝，哎，我说兰芝，兰芝，你等等我，兰芝，兰芝，我是云龙啊！没想到这么长时间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兰芝。你这么长时间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哪儿去了？让云龙显得好苦啊！兰芝，在别人眼里头，我是个爷们儿，是个男人，可是我心里太知道我自己了。我现在就像一个睁着眼的傻子，也吃，也喝，也喘气儿，可是就是活得像个死人似的。见到你，我太高兴了，我终于可以告诉你，我的承诺马上就要实现了。你等着，我进了宫，等上那龙椅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堂堂正正的把你娶了。你还做你的皇后，我做皇上，咱们俩成双成对，甜甜蜜蜜的，永远不分离，行吗？兰芝，我的兰芝啊！呀！你个死和尚，你和我来这套，你是全天下最大的骗子！哎，行了，因为你一己之私利，生灵涂炭，百姓遭难。你说你干的这都是人事吗？我明跟你说吧，华云龙，你玩不起。你敢侮辱我！你放开我！走！老姐，怎么样？不能跑了吧？是吧？这扇子也不能用了吧？对吧？啊！华云龙，剩下的几个交给你了。呀，你站！您这群骗子！呀，人呢？奶奶的！你个臭和尚！你就是个骗子！你怎么着啊？你以为他们跑了，你给我跑！你跟我走吧你！像，太像了。像谁？像谁啊？谁像啊？母后。
皇后娘娘，完全分不出来嘛。我告诉你们吧，这皇后啊，就是道济变的。我刚才都看到她身后的扇子了。真的？你是说皇后娘娘是道济？哎，太伟大了，深入虎穴。哎，我真有点佩服她了。她不是人。你说什么呢，王爷？她是神。哎，对了，他是修行多年的圣僧，是活佛。咱们大宋有救了。我怎么了，碧鹏？碧鹏？碧鹏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不好了，师傅被抓了！啊！哈哈，道济啊，道济，你也有今天。新王没有了你，我看着还有什么能耐？我回来就杀了这个小白脸。你啊，好装神弄鬼的，好弄这套。哎，你居然还不让我称朕？我就是朕，怎么了？朕！啊，你爱叫什么叫什么，我管你那个了。你叫地震也行啊，叫吧！啊，震！你死到临头了，还过来叫？我砍了你！哎，哥，恁别吓道济。妹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拦我，你既然拦恁哥，也拦不住我手这把刀，我砍了他！呀，完了！究竟最怕降龙了，要出来了！我就。想出来，没那么容易。我现在就封住你的天灵盖，看你还有什么能耐。华云龙，啊，这就交给你了啊！有仇的报仇。哼，他现在已经没什么伎俩了。我真砍了他。哥！啊！恁要想杀道济，就先杀俺！哎呦！我说妹子，你为什么要救这个和尚呢？哥，你们谁敢动手，俺就死在这军营里！都躲开，都不能杀他！闪开，别伤着妹子了，都闪开！走，带走吧。我回来了。哎，道济，师傅，看看这是谁啊？华云峰。哎呀，别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，一点都不友好。要没有人家，我今天就回不来了。道济，你现在已经安全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云峰姑娘留步，你现在回去恐怕会招致军中的埋怨和非议啊。不如这样，你现在呢留在此处，等这件事情过去了再说，好不好？我怕什么呀？有我哥在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哎，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他们可能把我怎么样啊？你是在留我吗？你说呢？如果是你留我，那我可以考虑一下。那他们呢？他们愿意吗？既然是云峰姑娘救了圣僧，那自然就是我信王的朋友。本王自当上宾待之。来，吃一点。快坐吧。那我还想给我哥写封信，行吗？报一下平安。写，现在就写。皇上，光亮，我用心良苦，我把葫芦留给你，就是为了让你抓道济，但没想到你为了一个女人，你把道济给放了，功亏一篑呀！什么女人啊？她一般女人吗？那是俺亲妹子。我告诉你啊，谁要对她不忠，就对我不忠。
就是华云峰跟着道济去了那边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救了个傻和尚，那个傻和尚能都在干什么？咱们在打仗的人心叵测呀！哎呀，你别说了，大哥你也别说了，你现在雇我一堆人，我就救咱妹子。报。大哥，这是云峰妹子的笔记，这什么意思？华云峰说不用让我们再兴师动众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啊？他不回来了？他不回来也不能留在那儿吧？咱现在打仗，那道济跟信王把他当成人质怎么办？大哥，云峰妹子不让我们跟朝廷作对，这样越陷越深呢。难道说这仗就没法打了？大哥，云峰妹子一定被他们说服了，又来说服咱们，咱们无路可退呀！不是灭了大宋，就是被大宋所灭。你说咱这云峰妹子，她到底是怎么了？道济给她施了什么法了？她说什么信什么？啊，方丈，你去秦相那儿寻着什么好点子了吗？秦相倒是给我出了一招。这样吧，你们这几天就不要再有什么动作了啊，稳住对手。陈亮，你跟我去天台县走一趟，快点！走。我找谁了嘛？快跑！杀人了！乡亲们，老少爷们们，你们不要再反抗了，只要你们积极配合，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。老实点！他们说的刀可不长眼睛啊！乡亲们，听着！怎么动不了了呢？哎，什么法术这是？匹马，那个小白脸，你还不敢给我投降？你看这些都是谁？你赶紧给我上来！准备放箭。慢，老季，你看队伍前面都是寻常百姓吗？华云龙太不是个东西了。你看，前面的那是我家邻居赵员外一家。哎，那是挑水的老五，那个是卖炊饼的赵二。他把我家乡永宁村的百姓们全都押出来了。拿百姓当盾牌，他们作孽呀！国师，这36计里可没这计啊！咱这仗打的胜之不武，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，什么武不武的，这些都是道济的亲戚朋友，这就是咱的杀手锉。哎呀，这叫杀手锏！大哥，你看这没文化。什么钱不钱的，我不管那个。我跟你说，我就管咱只要能打赢这场胜仗，让咱大哥当了皇上，娶了咱嫂子，这就是我的追求。没错。王爷，这仗啊，我没法打了。你没法打，那本王更没法打。我绝对不会伤及无辜百姓。王爷别急，我们以守为攻吧，从长计议。哎，我说媳妇儿，你给我瞪眼睛啊！瞧你个熊样，你还能保持手持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们大龙王说的龙腾之日。哎，你呀，跟这个大宋协助一计，弟兄们都给我听着，上一声当皇帝，龙腾！我爱你说，一个丞相一个方丈，朕平时对他们不错吧？啊，是啊，他们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朕，简直是逆贼！逆贼！等这件事平息以后，朕绝对饶不了他。皇上，咋这个？
信王和道济的兵马连连败退，咱们得想第二个方案了。你不说过吗？那道济不是有法力吗？怎么说败就败了呢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嘛。还有那个从儿，真丢我的脸。皇上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妨再求他们一回。什么？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杀一个丞相没什么了不起，你这回让我去求他？哎，皇上，此一时彼一时嘛。现在哈，这个他有广亮跟山贼勾结，目的是夺取皇权。咱们呀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等这个议和成功了，咱们杀他一个回马枪，一石二鸟，岂不美哉呀？皇上驾到！皇上您坐。叫他吧。哎，罪臣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得了，来，秦相，来起来。哎，谢皇上。秦相啊，朕问你，朕决定免掉你的一切罪责，命你去与那华云龙谈议和之事。罪臣谢过皇上，可是皇上去跟那华云龙谈议和之事，皇上得有诚意呀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让朕捧着真金白银去求那山野莽夫不成？皇上误解了，罪臣的意思是说，皇上下一道圣旨啊，让信王撤兵，不撤兵，如何显诚意呀？那撤了兵，他们打进来怎么办呢？皇上您可放心，有广亮在那里，广亮听老夫的，老夫不让他打，广亮一定不打。哎呦，秦相啊，秦相，朕真是小瞧了你的能耐哦。哼，可你得记住，你与广亮犯的罪，可是欺君罔上之罪。哎，皇上误解老夫了。罪臣跟我那外甥完全是为着大宋的江山社稷着想啊。哟，为朕着想？其实这是臣的一计呀，招安华云龙，方能保我大宋渡过劫难。你这么说，朕倒是糊涂了啊！一个天天想当皇帝的人，想娶皇后的人，你就把他拿下，能够制服他吗？是这样，皇上，像信王那样硬碰硬的去打，实为下策；消遣免灾，实为中策。只有关门打狗，方为上策呀。关门打狗？皇上招安华云龙，封他个文官，消了他的兵权，没有了兵权，他还能有何作为？再说了，王侯爵位，皇上随便封他一个，这不都是些虚名吗？还不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。好一个关门打狗！秦相，朕命你速速去办此事。你要是立了大功，你就是功臣。臣领旨。恭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哇！乌呀呀！道济，最近我们节节败退，原因就在华云龙的肉墙阵。此阵虽无阵法，但是却牵动着你我的心呀。拿百姓当造反的盾牌，这种遭天谴的事儿，他们也干得出来？有办法了。既然广亮是秦相的外甥，那咱们就拿秦相当盾牌，去跟他们换那些无辜百姓。大宋朝就一个秦相，可百姓有多少？你这次换了，下次再有事儿，拿谁去换？拿我去换。华云峰，不行，万万不可！
如果拿你当人质去换，我岂不是陷我大宋于不义之中？王爷，我哥虽然挑起了反叛的大旗，但他绝对不会想到要拿百姓去做挡箭牌，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。既然他已经不仁了，你又怕什么不义呢？为人之道，求的是仁义礼智信武德。他不仁，本王不能不义。但是，行了，别争了。乡亲是我永宁村的乡亲，邻居是我道济的邻居，他们要的是我呀，我去。不行，道济，你不能去。道济，你不能去，你去那儿就是找死。我不想死，谁能要我的命？但是你去了，就必死无疑。我要去，谁能拦得住我？道济，你不能去。待从头收拾旧三国。用道济换百姓。华皇上，这次可是杀道济的最好时机呢。我看这些人还算是仗义，没那俺妹子来换人是吧？啊？什么仗义啊？打仗呢，战场上讲什么仗义啊？只要达到目的才是重点呢。华皇上，只要杀了道济，你我攻陷了临安，大龙王朝就指日可待了。哦，对了，皇上，这次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不要再阻拦我了，好吗？行了，我不管那么些，我只告诉你啊，你只要保住俺妹妹安全就行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管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难成大器的东西，2个女人就把你制住了，活该你当一辈子山野莽夫。道济，师父，我心坦荡荡，笑看天下，万事皆风云。道济，道济，道济！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是佛也非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红尘眼中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心有莲花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度魔也度佛。谁笑我九曲如来，还是恶馋嘴吞妖魔？风也过，电也过，笑看人间不寂寞。你笑我，他笑我，多情未必。道济，我来救你！王云峰，妹子，都听着，别动俺妹子，不要动，我宰了他！道济，我来救你！道济。没事了。王爷，道济是为了救我们呐，你得救救他呀！救救他呀，王爷！信王，救救道济吧，一定要救救他呀！是啊，救救他！本王在此立誓，不救出道济，誓不为人。
咱们现在就去塞外搬兵，还以我父亲之名。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。广亮他即便能耐再大，相信他也抵不过千军万马。也算我一个。但是信王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可不可以不要伤害我哥？云凤，你救过大计乃是大功，但是你哥哥华云龙他反叛朝廷，这是莫大的罪过呀。清雪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快点去吧。好，王爷且慢。老夫想，你这个时候调兵遣将，势必会引起皇上的怀疑呀。是啊，上次调兵已经感觉父皇不自在了，这次为了华云龙的事情再调一次兵，相信父皇一定会发火了。可是，我们又该如何是好呢？不然咱们去灵隐寺，去问问我爷爷吧。哎，对，去灵隐寺找慧远禅师，兴许他能有什么好办法。玉鹏，你扶好太师。到了。太师，竟然用百姓当盾牌！阿弥陀佛，罪过呀，罪过！爷爷，我们也是一时没了主意，所以才来找您。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连道济的法力都无济于事，老衲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不是，您是道济的师傅呀，你怎么着也应该有点比他更厉害的法力吧？阿弥陀佛，老衲乃是一介凡僧，哪来的什么法力呀？应该有什么办法可以降服他的呀？要不然的话，降服那个紫葫芦也行啊。哎，老衲突然想到一法，不知道管用不管用。什么方法？爷爷，快说。道济乃是降龙尊者护体，降龙尊者龙且能降得，又何惧一个狐妖？但降龙是降龙，道济是道济。别看他表面上性格张扬，实则内心脆弱。因他心怀悲悯之心，善良、敏感，不喜争斗。如果给他一个刺激，逼降龙现身，道济自然能逃脱困境。哎，这倒是一个办法。不过，怎么给他一个刺激呢？就是。对呀。我，不，我知道。他？凭什么是他呀？他怎么刺激啊？必须是他，因为他可以。不是什么意思你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慧远禅师真的是这么说的吗？清雪，那我跟你一起去，太危险了。不行，军中不能一日无主，你怎么能去送死呢？你不能去。对，你不能去，可也不能让清雪去送死啊。我愿意去救道济，道济救过我，也救过王爷。对，一定要救我师傅。不过，如果慧远禅师说对的话，清雪应该没有危险。慧远禅师要是没说对呢？禅师那也只是猜测而已。他一个女孩去，太危险了。我们三个男人是干嘛的？也是啊，万一说错了怎么办啊？碧鹏，你是墙头草吗？信王殿下，你放心吧，我陪着杨清雪去，她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实在不得已的话，我可以把自己作为人质。只要我活着，她就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上次骗你偷了道济的扇子，我欠你，现在还给你。女汉子就是女汉子。哎，什么女不女汉子的，她也不过是个女人。女孩怎么了？花木兰不也是女孩吗？云峰，哎呀，大伙别吵了好吗？都是为了救道济，我们这
这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？那现在，咱们就出发吧。走。哎，清雪。舅舅，舅舅，您冷不冷？舅舅，你的手在抖啊！你放屁！谁说我的抖在发手？哎，你嘴抖了都不会说话了。哎，方丈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你动手啊！我动手，我动手。他呀，他是把道济没死降龙出来了吧？光让你动手啊！你跟那天灵盖都绷着呢，你怕什么？是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废话，赶紧的！道济这样的话，我就无所顾忌了。住手！住手！哎，叶妹子，你怎么回来的？这谁呀？道济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哎，就你这小个！道济，道济，你快来救我！我需要你，道济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道济，快来救我！降龙尊者，带我河上拯救九山河！道济，快来救我！道济，道济，道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，凤妹，凤妹也跟着走了。道济，这慧眼禅师的办法可真有效啊！本王终于又见到你了。道济，我可是为了救你，才那么说的啊。你们合起伙来骗我呀！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师傅，道济，道济，师傅，师傅，道济，道济。道济的死了，道济，道济，来人呐！我叫最好军医，最好军医快去呀！这个快！道济，师傅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又泡汤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想听了，不想听了。天下好了吧？好了吧？好了吧？哼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临了，还把妹妹打进去了。哎，你笑什么笑？你刚才吓得屁滚尿流，你现在笑了？我是葫芦，我没屁也没尿，你才屁滚尿流呢。那你笑什么呀？我是笑啊，那道济他活不长喽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道济他死定了？死定了，这次谁也救不了。那你们早说！哎，皇上，咱们趁此机遇给他来个趁火打劫，出兵攻打信王。那你说这会儿是个机会？啊，是个机会啊！是个机会啊！是机会！哼，这么说，我真的抓到这个机会，弄他一下。对呀，等什么？老三，哎，大哥，现在召集兵马，跟我现在就出发。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
求求你救救道济，求求你救救道济！观音菩萨，求你救救我师父！报，王爷出事了，华云龙打进来了！传令下去，集结兵士，准备应战。绝不允许那华妃再踏我大宋疆土！是。王爷。观音大士，你可知道道济与降龙合力之事啊？佛尊，如今天下千万百姓正在祈求我佛救那道济的性命。又是情债，这个慧远呐，走了一步险棋。如若不然，那道济也将死于青狐的手下。你上次说，伏虎被摩天施了法。现如今情况怎样啊？若不是他封住了道济的天灵盖，也不会是今天这般情形。佛尊，您助我一臂之力，我要撑出摩天的束缚，去救那道济。你救不了他，破了规矩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可您当初不是答应给他自由了吗？佛尊，那华阴龙和广亮就要打过来了。百姓民生，我佛可不能不管啊！哎，也罢，你先下去，为道济争取点时间。是生是死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要不然，佛尊就去收了伏虎。收了伏虎，未来道济济世，就少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帮手。可那葫芦的法力已经被摩天用过了。伏虎遭此劫难，正是因为他难拒欲望、心神不稳的结果所致。大师啊，道济的事，还是让他自己去做吧。是，佛尊，弟子这就前去。啊！
弥陀佛，芸芸众生，岂能让你们生灵涂炭，相互残杀？兄弟们，观音大师显灵了！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菩萨出来了！菩萨，参见菩萨！菩萨，孽障，哪里逃？参见菩萨出来了！参见菩萨！菩萨保佑！大姐，我知道你听得懂我说话，心情好吗？外面好多人都在等着你，你真的不能死啊，道基！你行行好吗？道基，对不起，道基，我不应该骗你，对不起。可是你醒一醒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，咱们大宋所有的子民都在等着你呢，道基，你快醒一醒！师傅，你太傻了，你一人，你千军万马，你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道基。兄弟，你可得罪不少人呐，害得我到处被追杀。谁跟你是兄弟？不是，你看你长这样，又矮又笨又矬，天天还酒肉不离口，你吃我一身肥油，你恶心死了你！哎，咱俩现在可是一个人，说我跟骂你自己没有什么区别啊。哼，现在好了，一个天灵盖把我困在你这里，不是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？我就，哎呀，行了，别磨磨唧唧的了，干点正事吧。你找把刀，把我肚子切开。